盧法亨咧同大家講八卦像素療法啦。今次呢個號碼咧就係有朋友提問啦，佢成日瞓到半夜就扎醒，每一日咧就係3點零鐘至4點鐘咧，佢又扎醒㗎啦。咁扎醒咗之後咧，就久久都瞓唔返。咁啊，所以咧佢就問我有冇號碼，因為咧佢長期咧覺得自己咧好似冇瞓覺咁，好辛苦。咁有見及此咧，我就揾咗個號碼係非常啱佢，因為咧呢組號碼咧就係俾一啲半夜經常扎醒嘅人，咁佢咧就係夜晚傍晚嘅時候唸，咁係可以幫佢大大改善佢嘅睡眠質素嘅。呢組號碼咧就係20002000。我重複，改善經常半夜扎醒嘅號碼咧就係20002000。我重複，號碼係20002000。大家覺得就好易記係咪？呢組號碼係令到大家咧就係會有少少睡意啦，同埋改善半夜係唔會醒咗，咁係一覺瞓天光嘅。咁所以呢組號碼咧就係要傍晚嘅時候去練，臨瞓覺前練咧係最好嘅。咁嗱，呢組號碼又有別於其他號碼啦，因為係幫助你改善睡眠質素嘅，咁所以就唔係朝頭早練，係夜晚去練。而練嘅時候咧，就最好飲一杯溫熱嘅水啦，同埋就係配合就係我所講嘅，令到大家係可以去消除胃氣，消除一啲唔好嘅氣場，係清除一啲係驅寒風嘅方法。咁啊，大家睇翻另一條片啦。咁配合咗咧，就令到大家嘅睡眠質素就係更加好嘅，令到大家咧就可以一覺瞓天光。咁首要記得啦，就練呢組號碼嘅時候咧，大家都唔好飲一啲可能係酒精類啊咁，因為有啲人飲完酒精咧，未必係一定好瞓。因為有啲朋友佢飲完酒，可能佢去洗手間頻密，咁所以咧我就唔建議大家去練八卦像素療法嘅時候去飲含有酒精嘅飲品。呢一樣嘢我就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唔係咧，有好多朋友咧佢就夜晚去練八卦像素療法嘅時候咧，佢哋就有飲酒。我聽到之後千祈唔好。係正正經經咁樣練像素療法嘅時候，你就可以飲茶或者飲水。當然係飲暖水係最好嘅。如果係飲茶嘅話咧，有啲朋友就係會去洗手間頻密、尿頻啊咁就會阻礙咗你練下又得停咗，練下又停止咗咁樣。咁所以咧，大家練呢組號碼嘅話咧，就首先要安坐舒適或者躺臥，總言之係一定要有舒適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練。練嘅時候亦都係啦，俾自己靜止一個狀態，就唔好睇電視啊，喺度聽音樂啊，邊度練啊，唔好加插。正正經經咁樣去練以上嘅號碼，咁跟住咧，慢慢你就會感覺到有睡意，咁就瞓覺。去清洗手間之後，唔好臨瞓嘅時候飲好多水。如果唔係咧，大家咧你個狀況咧有少少覺得需要去洗手間，咁就會令到自己又唔能夠深層睡眠㗎啦。咁所以特此要提大家，就令到唔好會覺得我開始會覺得又驚飲咗一啲刺激性嘅嘢，或者係飲咗一啲可能係
啤酒啊、酒精啊咁啊，所以大家咧麻煩，如果要飲嘅就喺日頭，就千祈唔好夜晚去擾亂大家練八卦象數療法啦。咁啊，所以記得照以上嘅方法，咁大家就可以一覺瞓天光㗎啦。咁啊，記得有咩問題咧就再提問。咁啊，記得大家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撳個鐘仔。如果再想知道有其他八卦象數療法嘅號碼，或者有任何嘅問題提問咧，咁就喺以下嘅電話號碼 WhatsApp 我。今集講到呢度，下集再見啦，拜拜。